是在地新闻，继续来看中华分行139线道，无到3个月，就连续发生2件过弯压车肇事的车祸。外界讲这是死亡的原道。警方咧侦办其中一件死亡车祸的时阵，有查到2个男子，当时嘛伫咧现场做伙违规批车。因危险驾车的行为已经严重来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除了甲因开单罚款，嘛用公共危险罪甲因函送法办。几个奥多摆骑真紧，其中这个戴白色安全帽的20岁小姐失控弄到路树无命。中华139县道较无3个月发生2件死亡的车祸，依照警方调查，当时驾车也有2个骑奥摆的人，这款行为嘛有责任。有涉嫌这个危害这其他用路人往来这个安全的这个部分会依这个刑法的这个公共危险罪来移送法办。除了侦办甲死亡车祸相关的这个骑奥摆的人以外，警方嘛编排便衣的警力，伫路边计讲是翕相的民众，要搜证这危险的行为。其中有16台违规驾驶人已经通知到案，除了开单吊扣牌照半年，还依法上班。总计有16部这个重机车以及16人全部依危险驾车全部来做举发。其中2人因为超速真明显，已经是危险驾驶，被依照公共危险罪上办。警方表示讲，未成年驾车犯着刑法，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嘛要陪同到案协助调查，若是牵涉到民事赔偿，嘛有连带责任。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